媳妇儿，来喝点鲜牛奶。谢谢老公。纯牛奶啊，多喝啊。哎呦，嘿，这孩子怎么喝的奶？来，我姐，拿着手机，我给你拍个视频来。我给你拍个视频。怎么着？哎呀，我操，太好看了！笑一个，笑一个，别动，别动啊！看好看点啊！啊，哎呦，我操，你是如此的美丽呀、如此的性感。你妈怀你的时候吃啥了？吃的长这么好看？吃炸弹了。太好看了。我恋爱啦！给你们看看我的女朋友，哎，在这啦，大大的眼睛，还有一个大屁股，看她的嘴，哦，她的嘴，亲我一个，啊哈哈！你还有这种吃法吗？寂寞的人，苦瓜跟香蕉更配哦。妈呀，受不了！哟妈呀，啥味儿啊？你干什么？哎呦我天，这天也太热了，老天爷呀，能不能给我来一瓶带冰的水呀？我去！哎呦我去！老天爷，我求你给我来一桶带冰的水吧！姐，你把那个点一下，给他知道没有？妈，如果出院会怎么样？打不死你！打不死我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干啥呢？摁呐！这劲儿行不？这劲儿行不行？使劲不？再使劲！哎呀，好了，行了，哎呀，行不？这劲儿啊，行，哎呀，轻点，哎呀，悠起来，哎。这样，嘿，哦，都起来了呀！以往的手开西瓜那都弱爆了，今天让小姨子给老铁们来一个头爆西瓜，准备好了吗？开始。媳妇儿，我在咱们家洗衣机那儿捡了100块钱，咱俩玩个游戏，如果你赢了，这100块钱给你；如果我赢了，这100块钱就是我的零花钱了，行吗？行，我喜欢这100块钱的零花钱。行，那你只有3次机会啊！下面游戏开始了啊！猜吧。这个。哎，还有2次机会啊！这个。哎。老婆，你还有最后1次机会，你一定要加油哦。这个。
哇，老婆你好棒，你好棒，你太厉害了，这样你都能猜中。